為咗推動永懷人生同埋善良人生呢兩個積極理念，本住創新同埋以人為本嘅精神，我哋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做咗好多提升設施服務同埋推動慈善嘅工作。例如，我哋率先將藝術帶入墳場，喺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呢幅長30米嘅永善之門，生命意義永不止息壁畫，結合咗傳統同埋現代嘅元素，色彩鮮明，突破以往灰沉陰暗嘅形象，突出華永會嶄新嘅形象同埋創新嘅理念。而喺將軍澳同埋柴灣華人永遠墳場，我哋喺春秋二祭嘅時候提供免費電動車服務，為長者同埋行動不便嘅人士提供更優質嘅配套服務。同時因應市民需要，致力推廣環保同可持續發展嘅綠色殯葬。而家喺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推出全港首個人生月台園區，總共提供超過4800個紀念牌匾，以人生月台為設計理念，比喻登上人生列車，經歷人生每個重要嘅路途同埋時刻。園區利用仿似鐵路裝飾嘅行人小徑同埋色彩鮮明嘅綠化設計，充滿朝氣同生命力。園區設有3個專屬區域，包括為未滿24週離世胎兒提供埋置或撒灰服務嘅靈馨園專區、公眾人士專區同埋4個撒放骨灰計劃專區，以及華永會同醫院管理局合作推出嘅全港首個頌揚眼部組織捐贈者嘅光明天使計劃。華永會一向好支持本地嘅器官捐贈，早喺2017年嘅時候已經推出大愛恩人骨灰撒放計劃，表揚實體器官嘅捐贈者。而家眼部組織捐贈者都納入其中。眼睛咧有2個部分可以捐贈嘅，第一咧就係眼角膜啦。眼角膜係我哋前面一塊透明嘅組織，可以令到我哋睇到周圍身邊嘅事物。但係當有病或者有感染，令到角膜混濁嘅時候咧，我哋就需要做眼角膜移植去令我哋睇返嘢。另外咧，仲有鞏膜，就係我哋俗稱眼白嘅地方，佢係一個好堅固、好堅韌嘅地方，包住我哋眼球。當我哋眼球受傷嘅時候咧，亦都需要用到鞏膜去做手術，去補返個眼睛。有陣時除咗角膜手術之外，連青光眼手術同埋一啲外眼手術咧，都要需要用到鞏膜去做手術嘅。而家大概有300名病人喺度輪候緊眼角膜。做眼角膜捐贈者好簡單嘅啫，只需要捐贈者年齡細過80歲，同埋身體冇一啲傳染疾病就可以㗎喇。其實每一位做完眼角膜移植手術嘅病人咧，都好感激佢嘅捐贈者，因為可以令佢哋重見光明。角膜捐贈唔單止能夠令到過身嘅人士遺愛人間，對於家屬嚟講，都可以喺死亡之中領略積極嘅意義，走出悲傷。呢個亦都係我哋永懷人生嘅精神，表揚離世後仍貢獻社會嘅捐贈者，同時鼓勵更多有心人支持。2023年就係華永會創會110週年，我哋會繼續承傳中國傳統孝善嘅文化，宣揚人生恩善言論，生命以愛頌揚，讓更多市民了解生命意義同埋價值。